大家好，歡迎咧再次嚟到為神州禱告2分鐘。咁今日咧，我揀選咗喺神州裏邊一啲民生需要我哋守望。咁最近《工人日報》有一篇嘅新聞報導咁講，喺就業選擇多樣化嘅當下咧，網絡直播行業吸引咗超過3800萬個主播喎。哇！而家上網咧真係嗰啲主播啊 KOL 即係多到你睇唔晒。不過咧，主播同埋直播平台之間嘅契約關係咧，原來係常常都模糊嘅。唔少嘅主播簽約時候簽嘅咧係達人經紀合同，而唔係勞動合同噃。咁平台咧往往咧選擇通過一啲簽訂競業協議嘅方式啦，對主播進行約束嘅。咁截至咧2024年12月咧，網絡直播用戶嘅規模咧好厲害，已經達到8.33億㗎啦。職業主播規模同比增長都1.5倍啊！咁點樣平衡用人單位嘅競爭利益同埋主播嘅就業權呢？就成為咗爭論嘅焦點啦。咁法院就建議競業限制協議嘅違約金應該要合理啦，既要保護企業嘅商業秘密，又唔應該過度加重勞動者嘅責任嘅。我哋一齊低頭為神州禱告啊！主啊，願相關嘅競業限制協議咧能夠得到即係合理嘅規範啦。主啊，亦都以至到呢啲嘅主播嘅利益咧可以得到保障，亦都神啊，你即係希望你都幫助係行業嘅領導者咧，佢哋能夠平衡到一方面企業嘅商業嘅秘密，但係與此同時都保障到咧主播嘅就業權嘅。我哋同心禱告為呢個新興行業嚟到去仰望，我哋盼望讓神州裏邊呢啲嘅網路上呢啲嘅主播啊，同埋商業上嘅合作啊，喺呢個行業咧能夠繼續發展，讓最終咧係老百姓都係得益嘅。我哋同心禱告，奉耶穌嘅名，阿門。今日嘅為神州禱告2分鐘嚟到呢度，希望下個禮拜再見到你哋，拜拜。